被討厭的 podcast 係一個探討情緒管理嘅 podcast。喺呢一度，希望透過唔同嘅議題去幫助大家將一啲唔同嘅理論融入生活，令大家喺呢個高壓嘅社會上面，即使遇到唔開心，依然能夠開開心心去過每一日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被討厭的 podcast， 我係你哋嘅主持 Wonnie。今集呢，好想同大家討論一下活在當下呢個題目。而我自己呢，亦都經歷緊一啲人生嘅關卡。呢段時間呢，的而且確好唔容易過。但係我得到嘅提醒係活在當下。我哋只不過係一個人類，我哋控制唔到發生咗嘅嘢，亦都控制唔到將來會發生啲乜嘢。我哋只可以控制嘅係當下嘅決定。最近我喺網上面睇咗一條短片，內容係講片主對人生決定嘅一啲感覺，好容易會因着現在嘅狀態去批評過去嘅事情會唔會有更加好嘅選擇。但係佢話，其實每一個決定，我哋都係就住當下嘅環境去做出一個判斷，已經係一個最好嘅決定。可能你今日去睇嘅時候，你會覺得，唉，早知我當初就唔咁樣去揀啦。咁樣因為你今日已經知道呢個結果，但係我好相信當下嘅你係就像你最適當嘅決定去判斷。睇完之後，片主都啟發咗我。我哋冇人可以睇到未來，我哋只不過可以做嘅係活在當下。做好當下每一個決定，問心無愧就可以。不過好想補充嘅一樣嘢就係，活在當下嘅意思唔係追求享樂，而係一個令人哋可以不論順境逆境都可以全心全地嘅生活態度。當我哋過分去後悔以往做嘅決定或者擔憂未來嘅時候，其實唔會對我哋生活有任何嘅幫助，反而會影響我哋情緒健康。活在當下嘅意思就係要喺呢啲嘅擔憂中抽離，將我哋嘅專注力放返喺當下，盡量俾自己唔好讓念頭去困擾。我哋可以專注喺一啲正在進行中嘅活動，可以係一啲出面嘅環境，亦都可以係內心。呢個呢，我叫佢做 coping skills。如果我哋平時咧都可以練習到一套屬於自己嘅 coping skills 嘅話咧，咁當壓力嚟到嘅時候，困難嚟到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拎出嚟舒緩壓力啦。例如呼吸練習，呼吸練習，我個人認為係一個最有效可以令我哋活在當下嘅方法，亦都係最即時、最急救到嘅方法。因為你無論喺邊一度、乜嘢嘅時間，你都可以呼吸。當你有困難嘅時候，你放空，咩都唔好去諗，你專注喺每一個呼吸度，一呼一吸，慢慢掌握返你嘅節奏，你個人都會定啲。又或者你鍾意聽歌嘅，你可以用一個你最舒服嘅姿勢去聽歌，即使係純音樂都冇問題㗎。當然唔係叫你去聽一啲悲慘嘅情歌啦。又或者你係鍾意做運動嘅，落街跑下步、踩下單車都可以係一個方法。總之個前提就係放低你擔憂緊嘅嘢，去做一啲好簡單嘅嘢，而係專一單一咁去做。呢個練習，老實講，我做咗好耐，我都學緊點樣去做得更加好。我會多啲去用呼吸練習去專注喺每一個呼吸上面放鬆自己。一開始我聽到呼吸練習嘅時候，我都會覺得，哇，係咪堅啊？唞下氣就可以解決到問題。但係當我試多幾次嘅時候，我發現原來真係得㗎。我發現當我自己可以抽離喺呢個空間裏面嘅時候，俾翻一啲氧氣自己嘅時候，
我哋係可以掌握返我哋嘅情緒健康。管理自己嘅情緒健康絕對唔係一件容易嘅事，希望我哋大家可以一齊努力啦。好啦，今集就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